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返到嚟 Moon's Talk，我係阿 Moon。如果你係第一次入嚟呢個頻道嘅，就記得睇到最後啦。嚟緊星期日，中年好聲音4十強將會演出10首衛蘭嘅歌，而衛蘭本尊就會坐喺評判席度欣賞佢哋嘅演出。好多人第一個反應就係咁，梗係唱得越似原唱越好啦。而今日講嘅就啱啱相反啦。喺衛蘭面前學得越似就輸得越快，而呢個唔係我個推測嚟㗎，係衛蘭自己講嘅。佢今次做得好認真，用咗一部而家幾乎失傳嘅活字印刷機，親手為10位選手印心意卡，仲親手寫信俾每一位，分享佢自己唱嗰幾首歌嘅心得。而佢喺宣傳片入邊講咗一句，我認為就係成晚嘅 keyword。希望10強都能夠烙印出截然不同嘅韻味。截然不同，原唱者親口定咗個調，佢想聽嘅唔係模仿。我將呢10首歌按佢哋原本出街嘅年份重新排過，由2005年到2017年，12年。排完之後，我先發現呢10首歌可能唔係求其揀出嚟嘅，佢哋啱啱好由衛蘭出道嗰年，一路排到佢轉公司重新出發嗰年，12年5個階段，而每一個階段嘅歌聽落都唔同。所以今日呢10幾分鐘，我哋唔單止逐首拆歌，我哋係跟住一個人嘅12年行一次。不過喺行呢12年之前，我想再行早少少，因為衛蘭喺2005年出道之前嘅日子，同今晚台上10位嘅選手有一個好直接嘅聯繫。而我繼續以一個聽歌好認真嘅觀眾角度，一個喺蘇格蘭聽廣東歌嘅觀眾，去一齊分析下呢10首歌。喺討論呢10首歌之前，講返衛蘭本人。衛蘭本身喺香港出世，佢係一名混血兒，有菲律賓同埋韓國嘅血統，而細個就跟咗媽媽去咗韓國，大概去到11歲先至返香港同父親一齊住。而佢嘅父親呢個就係我覺得最靚嘅細節，佢爸爸就係一個酒吧駐場嘅吉他手，所以衛蘭嘅音樂啟蒙唔係音樂學校，唔係補習老師，係佢爸爸。佢16歲嗰年，由一個喺酒吧彈吉他嘅父親教佢唱歌。呢個成長背景好重要，因為佢嘅廣東話唔係喺一個純廣東話嘅環境入邊長大出嚟。而我哋陣間講到嘅，佢嘅咬字比較軟，比較圓，有時有少少含糊。呢個成日俾人攞出嚟討論，根源就喺呢度啦。而佢仲有一個孖生妹妹慧詩，都係歌手。佢出道之前做過啲咩呢？呢個位我都想講清楚，因為我特別覺得同今晚有關係。衛蘭正式出道之前唔係叫衛蘭，有個藝名叫 Renee。佢做過酒廊駐場歌手，用 Renee 呢個名參加過唔同嘅音樂工作，做和音夾 band，即係話佢一直都喺音樂裏面揾食。佢唔係主角，而係企喺台邊嗰個，係托住主音嗰把聲，係喺人哋食飯傾偈嘅時候嘅背景。由父親係酒吧彈吉他，到個女係酒廊唱歌，呢個係一個好完整嘅畫面。10強入邊有好幾位選手都係駐場歌手，而當晚坐喺評判席嘅嗰個人，佢曾經就係好似台上面嘅幾位選手一樣，喺背後或者並唔係最顯眼嘅地方，一直努力，然後希望可以喺鎂光燈下成為主角。而佢嘅轉捩點係做咗黎明嘅和音。2000年，佢用另外一個藝名參加過歌唱比賽，之後喺2001年被音樂人雷頌德發掘。到2004年，即係22年前，佢用英文翻唱咗黎明嘅《情深說話未曾講》，一度喺網上面同傳媒引起咗關注。同年簽約咗黎明創辦嘅唱片公司。2005年4月13號，佢出咗第一張碟《Day and Night》，而嗰日啱啱好就係佢嘅生日。所以由酒吧、和音、比賽到出碟，中間隔咗好多年。我覺得呢件事係今晚特別值得講嘅，因為台上面嘅10個選手，佢哋有唔同嘅背景，但係佢哋一直都喺音樂裏面，但從未做過主角。而評判席上嗰位曾經都係。順帶一提，衛蘭其實唔係第一次做呢類節目嘅評判，佢2021年做過《星夢傳奇》嘅導師，所以佢唔係第一次坐喺呢個位置去聽人唱歌。
好，背景講完，我哋而家由2005年開始出發。先講返個背景，衛蘭2005年4月13號出咗第一張碟《Day and Night》，但係呢張碟其實係舊歌重新編曲，即係話佢出道嗰陣係唱別人的歌。而同年11月，佢推出第二張碟《My Love》，而呢張碟入邊先至有佢第一首全新嘅獨唱廣東歌，就係大哥。即係話由酒吧唱人哋嘅歌，到出碟唱人哋嘅歌，再到終於有一首真真正正屬於自己嘅歌，中間隔咗好多年。大哥唔止係一首歌，佢係一個宣告，我唔再係唱人哋歌嗰個新人，我有自己嘅歌。而好夾嘅係呢首歌本身講嘅都係一個宣告。而呢張碟一出，衛蘭年尾就喺香港4大傳媒音樂頒獎禮上囊括咗所有女新人個獎項，更加歷史性咁成為首位出道唔夠1年就入選商台叱咤樂壇我最喜愛女歌手最後5強。大哥呢首歌嘅題材其實幾罕見，係講一個女仔中意咗一個一直當佢妹妹嘅男人，而大哥呢個稱呼本身就係一道牆，你叫得出大哥就等於承認咗冇可能。但林夕寫得好抵死，呢首歌唔係哀怨，係宣戰，唔理輩分，唔理登唔登對，唔使你批准，你聽得出嗰種新人嘅衝，冇包袱，冇疲累，亦都未學識收。而唱呢首歌嘅呢，將會係許雲妮。我覺得呢首歌可能會係佢成季最夾嘅一首，因為大哥主要行中音區，唔需要啲好飄嘅氣聲，唔需要啲好輕嘅弱音，要嘅係態度同埋節奏推進力。而佢一直都被講話細緻位唔夠嘅弱項，而呢首歌未必會考驗到佢。仲有一樣嘢，大哥嘅編曲有 band 味，而佢駐場歌手嘅嗰種現場感，嗰種世故，喺呢首歌反而變成優勢。加上張家添上一集講過節目欠佢一個 MVP， 所以我覺得佢係好大機會喎。同一張碟同一年，但係呢首情緒同大哥就完全相反。大哥係我要爭取， My Love My Fate 係我認咗。呢首歌仲有一段身世，佢嘅原曲係韓國歌手 Wax 嘅作品，而台灣歌手阿桑喺2003年受你點傷係同一個旋律嘅國語版。同一個旋律，阿桑版講嘅係呢個世界呃咗我，而林夕版講嘅係呢件事本身係注定。一個係怨，一個係認命。歌名個飛字就係個 key。呢兩個版本我上一條片都有解釋過，有興趣嘅可以睇返。而今次唱呢首歌嘅係許美琪，因為佢喺蘇格蘭，而我自己都喺蘇格蘭，所以我私心都會多睇兩眼嘅。佢嘅強項係講故事，由頭到尾都用返自己嘅方式唱，而呢個正正就係衛蘭想聽嘅，截然不同。但係有一個好微妙嘅取捨，因為認命唔係悲傷，認命係已經冇力氣悲傷。如果用催淚嘅模式去唱，就會超出咗首歌嘅框。但如果用返講故事嘅能力去講一個已經接受咗嘅故事，咁就啱數啦。2006年11月，第3張唱片 Do You Know， 呢個時候嘅衛蘭已經唔係新人，佢出道唔夠1年就橫掃咗4大電台嘅新人金獎，更加歷史性咁成為首位出道唔夠1年就入選叱咤我最喜愛女歌手最後5強嘅歌手。而呢張碟入邊嘅離家出走係佢歌唱生涯第一首4台冠軍歌，即係4個電台嘅流行榜佢全部攞第一。離家出走喺10首歌入邊唯一一首比較輕快，亦係全場最輕最正面嘅一首，講兩個人豁出去旅行，唔通知任何人，享受偷返嚟嘅自由。歌詞裏面有個意思我好中意嘅，唔係每一件壯舉都需要理由。而我覺得呢首歌之所以喺2006年咁紅，唔係偶然，因為嗰時嘅衛蘭啱啱好就係咁，上升期，被寵愛，乜都可以試，一個歌手嘅狀態同一首歌嘅情緒撞啱嘅時候係聽得出嘅。而呢首歌將會由游淑晴演出，佢嘅技巧冇人會質疑，佢曾經一口氣唱30個字零換氣，震驚全場，呢個係硬功夫。而佢嘅本能係向上推，基本上每首歌佢都會有一個爆到好高好高嘅位，就算一首歌有幾個版本，佢都傾向揀難度最高嗰個。我想講呢個唔係話佢唱得唔好，
我想講嘅係另外一件事，一種好用嘅武器，用得多咗會變成習慣，而習慣係會遮住咗其他嘅可能性。當你知道自己有一個好勁嘅高音，你就會忍唔住每首歌都想加入去，唔係因為首歌需要，係因為你有。所以對佢嚟講，難嘅唔係技術，難嘅係唔用。同一張碟入面又有一首完全相反嘅歌，愛你還愛你，係林夕寫嘅一封退場信，明知對方已經心動咗第二個，但唔嘈唔鬧，靜靜咁走。呢首歌有一個好微妙嘅地方，佢連嬲都唔敢嬲。歌詞入邊有種意思係，我好想嬲你，但一嬲就變咗小氣，所以連生氣嘅資格自己都收返起。最痛嗰下係連走都要顧住對方舒唔舒服。呢首歌嘅作曲人叫申星勳，係一位韓國嘅作曲人。順帶一提，今晚10首歌入邊有2首旋律其實係韓國歌嚟嘅，呢個唔係巧合。喺2000年中期，香港樂壇有一段時間大量去韓國買旋律，再配翻中文詞。咁一首歌嘅港味到底喺邊度嚟呢？喺旋律，喺文字，定係唱嗰個人呢？呢條問題我留翻俾你哋諗。而呢首歌將會由周子康演出。呢首歌完全冇爆點，由頭到尾靠層次一級一級咁樣遞進。老實講，呢首歌喺10首入邊最難嘅一份卷嚟。但反過嚟講，如果佢可以喺呢首歌度揾到層次，咁就唔止係唱好咗一首歌，而喺佢30幾集以嚟最有意義嘅一次進步，因為佢終於補到嗰個一直未補到個窿。今晚10首歌入邊有3首係嚟自同一張碟，2008年11月嘅 Serving You。而呢張碟有個故事，衛蘭喺電台訪問講過，呢張碟足足花咗2年錄製，而且因為選曲同埋印刷嘅問題幾度延期，間接令到佢趕唔切角逐年尾嘅頒獎典禮。但係出到街之後銷量好驚人，未出碟已經有白金訂單，推出唔夠1個月就達到500金。當時報章形容佢係市道不景氣中嘅逆市奇葩。而同一年2008年5月1號，佢喺馬來西亞開咗 Janice My First 大馬演唱會。呢個細節我特別想提，係因為10強入邊有嚟自馬來西亞同台灣，即係話衛蘭嘅歌喺2008年已經行到去佢哋嗰邊，而18年後佢哋翻返嚟香港，喺一個香港嘅舞台上面唱翻呢啲歌俾佢聽。我覺得呢個時期好值得留意。因為由2006年嗰種想去邊就去邊，到2008年變成等咗2年延期錯過，呢個係一個歌手事業入邊最正常，亦都最少人講嘅階段。唔係跌，唔係升，係等。而呢張碟入邊有3首歌，我覺得都帶住呢種氣味。呢首係呢隻碟嘅第1首歌，亦都係今晚唯一一首唔係情歌嘅歌。林夕寫呢首歌係寫一個烏托邦，一個所有過失都會被寬待，計較會變成慷慨，純良會被記住嘅世界。而佢好清楚呢個世界唔存在，所以歌名先叫做就算世界冇童話。核心意思係明知冇童話都要當有童話咁去做。呢首歌後來攞咗2009年第32屆中文金曲嘅金曲獎。而一個等咗2年延期咗錯過咗頒獎季嘅人，喺呢個時候唱一首明知冇都要做，我覺得呢個對照好靚，而亦都好適合嚟緊演唱嘅歌手佢目前嘅狀態。冇錯啦，唱呢首歌嘅係鄭仲豪，佢係 rock 底夾 band 出身，而佢嘅分數同網上嘅反應一直都有落差，呢個係事實，大家都睇到。今日就暫時唔喺呢度作出評論或者推測。我淨係想講佢而家喺邊緣位置，而呢首歌唔需要細膩嘅情歌技巧，佢需要嘅係格局、真誠同一股向上嘅力量。呢個正正就係一個 rock 底歌手最擅長嘅嘢。同一張碟第3首歌，歌名本身已經係全首歌，陰天嘅假期，明明係假期應該開心噶，但係陰天唔開心，呢種矛盾就係首歌嘅情緒。寫嘅係一段關係模糊、短暫，對方冇當一回事，你以為係開始，原來已經係結束。而演唱呢首歌嘅呢係尹景信，
佢目前排第一。佢嘅特點係音域好闊，而且中意喺一首歌入邊用唔同嘅共鳴、唔同嘅聲音。呢個令到佢好有變化，好有氣，但係亦令到一首歌嘅完整性冇咁強。有時你會聽到一首歌入邊好似有兩三個人唔同嘅情緒。而陰天假期係一首全首低溫、冇高潮，要求由頭到尾都係同一種質地嘅歌，即係話呢首歌考嘅正正就係統一性，而佢一直比較冇咁強嘅地方。佢排第一，理論上求穩陣就得啦。而呢首歌逼佢嘅唔係炫技，呢個係我最想睇嘅心理戰。嚟到同一張碟第6首歌，呢首歌係全晚最放低咗嘅一首。林夕用水做核心意象，曾經以為係細水長流，結果蒸發成眼淚。但唱個人冇喊冇鬧，佢選擇讓對方離開，好似用水沖洗自己咁樣。首歌最後去到一個好靜嘅地方，漣漪吹過，又回到最初，平靜咁做返自己。你留意到未？由2005年大哥嘅我唔理你批唔批准都要爭取，去到2008年如水嘅平靜咁去做我，中間只係隔咗3年。而演唱呢首歌嘅係鄭嘉星，佢一開始係以悲情歌參賽嘅，但後嚟大家發現佢原來係排舞老師，佢跳唱好出色，近呢幾集嘅跳唱表現分數都明顯較好。而呢首歌冇得跳，冇得用舞台動作，冇得靠台風，即係話今晚拎走咗佢近期最有效嗰件武器，返返去最基本嗰樣聲線控制。不過我覺得呢樣幾公道，佢可以重新再用歌聲去證明自己，唔係淨係靠跳唱。跳到2012年呢個時候嘅衛蘭30歲，出道7年。Imagine 呢張碟入面，林夕為佢寫咗3首歌，分別係我懷念的你、他不慣被愛同埋街燈晚餐，3首串連成一個完整嘅愛情故事。而街燈晚餐係最後嗰一首。呢首歌講嘅係選擇，對方長唔大，改唔到啲壞習慣，而現實一路逼埋嚟，繼續捱定係放手，只係一念之間。編曲有濃厚嘅冬日感，好似落雪嘅街頭、路燈下面。呢首歌係2012年年尾派台，成為2台冠軍歌之後，喺2004年攞咗第36屆10大中文金曲。我覺得呢首歌係一個分水嶺，因為2005年到08年嗰批歌講嘅都係關係入邊嘅情緒，而由呢首開始講嘅變成現實。呢個轉變同一個人由20幾歲行到30幾歲係好一致。而演唱呢首歌嘅係陳旭培，呢個配對我幾中意，因為佢之前係做配音員，咬字同語氣控制係佢嘅本行，而且佢嘅工作就係要用聲音去講一個故事，而且要令人聽得明。呢首歌要求嘅唔係技巧，係敘事嘅清晰度，再加人生嘅歷練，2樣佢都有。而且呢首歌本身嘅情緒係疲累，唔係悲傷，唔係悲痛，係捱過之後嘅嗰種淡。呢種質地，40幾歲同20幾歲人唱係2件事。嚟到2015年，衛蘭約滿咗留咗10年嘅 A Music 加盟華納唱片，呢個對一個歌手嚟講唔係小事。你離開咗嘅唔止係一間公司，係一整套已經行熟咗個做法，一班合作咗10年嘅人，同埋一個大家已經認定嘅你。而最後2首歌就係喺佢轉會之後嘅作品啦。2016年3月，穿花蝴蝶，佢係新公司嘅第1首派台歌，填詞人陳詠謙為佢度身訂造嘅歌，歌詞用蝴蝶破繭做核心比喻，寫佢喺舊公司嗰段唔算開心嘅日子，同埋想脫離舊框框嘅決心。即係話呢首歌真正嘅主題係我想證明我不止於此，而結果呢首歌成為咗3台嘅冠軍歌。4年，佢等咗4年先至再有一首3台冠軍歌，而呢首就係佢新公司嘅第1炮。一個人講我唔止於此，然後真係做到，呢個對照我覺得幾感動。而演唱呢首歌嘅係蔡密哲，一個近幾集比較迷失有啲停滯嘅人，收到一首關於突破嘅歌，喺敘事上應該算係全場最工整嘅配對，
但技術上有少少難度。呢首歌嘅副歌偏高偏亮，對佢嚟講未必係一個舒服區，而且成晚要嘅係衛蘭嗰種嘅鬆軟嘅線條，但係佢習慣係將字咬得好用力、好實、好清楚，越用力就越唔似。2017年1月，驗傷呢首歌係全晚最狠嘅一首，亦喺12年線上面最後一個點。林夕用咗一個好殘忍嘅比喻去驗傷，你受咗傷，你想揾人證明，但問題係情傷冇切口，驗唔到，冇證據，所以連控訴嘅資格都冇。你連話俾人聽我好痛，都覺得自己冇資格。喺歌入邊用咗好多自毀式嘅衝動，想染髮，想剪頭髮，想做啲嘢引起注意，而且明知係冇用嘅。呢首係佢加盟新公司之後網上成績最好嘅一首歌。當時好多網民嘅講法係衛蘭式嘅情歌返嚟啦。而2017年就喺衛蘭人氣回歸嘅一年，佢年尾首次攞到叱咤樂壇女歌手金獎，出道12年終於企到嗰個位。而唱呢首歌嘅呢係吳奕偉。呢首歌嘅風險同機會一樣咁大。風險係呢首歌完全靠歌詞嘅意象撐住，冇旋律嘅爆點可以補，咬字係呢首歌嘅硬指標，唔係風格嘅問題。而機會係呢首要用嘅唔係心情，係壓抑住個風。而呢一個我覺得佢應該做得到嘅。而另外有一個隱藏嘅優勢就係佢自己識得編曲，如果佢有編又編得好的話，可能會補返1-2分。但係當然佢嘅廣東話發音都係大家討論嘅最大熱點啦。好，我哋由頭到尾行咗一次，而家我想大家睇返嘅呢條線係睇到未？頭幾年係向外嘅，想要爭取豁出去，中段變咗向內退場，等待平靜，再後來變咗現實，捱唔捱得住，值唔值得？而最後兜返轉頭去到最尖嗰度，痛係真嘅，但係冇人睇得見。我唔係話呢條線就等於衛蘭嘅人生，歌唔係日記，填詞人亦唔係佢，但係一個歌手揀咗咩歌，公司幫佢揀咗咩形象，市場接受佢邊一面，呢啲加埋一齊係會留低痕跡嘅。所以星期日晚你聽嘅唔止係10首金曲，你聽嘅係一個人由23歲到35歲，而唱呢10首歌嘅10個人，大部分都已經過咗35歲。呢個就係我覺得今晚最特別嘅地方，一班已經行過呢段路嘅人，去唱一個人行呢段路嘅記錄。有啲嘢可能佢比當年嘅原唱更加明白。講完12年，想討論幾條實際嘅問題。呢10首歌嘅紅嘅程度其實爭好遠，有啲係4台冠軍，有啲從來冇派過台。咁一首歌本身有幾紅，同唱嗰個人攞幾多分又有冇關係呢？我自己嘅答案係有關係，但係唔係一條直線，係一個取捨。越紅嘅歌起跑線越高，好處係好明顯啦，因為觀眾一聽前奏就已經有情緒，評判都熟到入晒血，你唔使花時間去建立氣氛，因為首歌本身已經幫你做咗一半。而且一首歌之所以會紅，有好多時候係因為佢易記、易入耳、有 hook。呢啲特質本身就已經令首歌比較易唱出效果，但係代價係個比較基準會比較高。問題就喺呢度啦，你行開少少，人哋話你唱錯咗；你行唔開，又話你翻版，兩邊都輸。而10首歌入邊最冷門嗰首應該係《如水》，呢首係2008年 Serving You 嘅第6首碟入邊冇派過台，我相信可能都有觀眾未必係聽過。咁即係話鄭嘉星基本上係可以自己定義呢首歌係點，冇太入腦嘅一個應該係咁嘅版本喺度捉住佢。點解重新演繹嘅話越紅越着數呢？因為對比越明顯，當所有人嘅腦入邊都有一個清晰嘅原版，而你做咗一個唔同但又好啱嘅版本，嗰下嘅衝擊力係一首冷門歌俾唔到你嘅。而按照呢個框架睇，最辛苦嘅應該可能係游淑晴啦，因為佢攞到嘅係離家出走，係全場最紅衛蘭生涯第一首4台冠軍，同時呢首歌又係最唔夾佢習慣嗰一首。
所以如果佢做得到嘅話，份量會特別重。最後講返技巧啦，5位評判肥媽、周國峰、張佳添、可兒，加上原唱評審衛蘭。當我睇完10組嘅配對之後，見到一個規律：爆高音嘅唔可以爆，跳唱嘅唔可以跳，變化多嘅要收埋變化，咬字用力嘅要學識放鬆。所以要點先可以會高分？我自己嘅答案係：第一，音準拍子唔可以有事，因為呢個係入場券，係唔係加分位。第二，要有一個令人記住嘅選擇，某一句嘅處理同原唱唔同，而且合理，呢個就係截然不同嘅韻味。而第三，情緒要對得住首歌，唔係對得住自己。你嗰刻嘅情緒係真，但係唔一定首歌需要嗰個情緒。因為所謂感情，評判成日講呢兩個字，好多時根本唔係指你有幾投入，而係指你有冇為咗呢首歌放低咗一啲你原本想做嘅嘢。呢集之後就係總決賽，而決賽之後呢個節目會停一段時間，所以呢2集係好值得認真聽。最後想問大家幾條問題：喺10首歌入邊，你最期待邊一首？喺原唱面前，你覺得應該唱得似定唔似？你自己第一首認識衛蘭歌係邊首？我哋每個人認識衛蘭嘅起點都唔同，有人由大哥開始，有人由離家出走，有人係近幾年先由驗傷入門，而你係由邊一年入門呢？好可能就決定咗你心目中衛蘭係一個點樣嘅歌手。多謝大家嘅收聽收睇，星期日晚8點，我哋一齊繼續睇中年好聲音準決賽，之後再出片同大家講下實際唱出嚟係點樣。臨離開之前，如果你鍾意呢條片嘅，記得 subscribe、like、share 同埋 comment 啦。拜拜。